廣東南鴨脷洲又有新盤推出啦，由宏安地產發展位於鴨脷洲惠豐街1號嘅 Coastal， 全盤提供93伙，主打1房及2房。項目另外一方面就係位於鴨脷洲大街末端，只需3至4分鐘嘅步程就可以到達港鐵利東站，而且3站直達金鐘、中環等商區，亦都可以乘坐巴士到各區。樓下就係休憩公園同埋海濱長廊，閒時都可以落街散步。鴨脷洲大街有唔少嘅民生商店、特色店鋪同街市，亦都可以到附近嘅利東商場，有更加多嘅連鎖商店，或者想有更加多元化嘅選擇，可以去到附近嘅黃竹坑新商場 The Southside， 生活配套便利。Coastal 已價現樓，並且計劃短期內推售，發展商都開放咗現樓俾我哋參觀，一齊睇下單位嘅情況啦。首先，我哋去參觀嘅係25樓 D 室有裝修單位，實用面積287尺，屬於1房套開放式廚房間隔，整體以海洋色調為設計風格，玄關設有一面鏡，並且擺放咗鞋櫃連串物架，可以放置簡單嘅外出用品或者係飾品。通過玄關就係曲尺型嘅開放式廚房，上下櫥櫃，配備基本家電，包括蒸焗爐、雪櫃、洗衣乾衣機、電磁爐等等。開放式廚房旁邊設有收納式餐台，大大咁節省空間。客廳擺放2人梳化同茶几。外連3合1大露台，擺放咗戶外用品。遠望深灣遊艇會海景。睡房以趟門設計，運用高樓底優勢打造閣樓空間。上面係寢室，放置雙人床同埋梳妝台。樓梯設計成為可以放置飾物嘅儲物空間。下層設有一個衣櫃同埋書台。L 型落地大玻璃窗，可以望到周圍嘅樓景。浴室位於房間入邊，有窗有力排走濕氣，並以企缸設計。我哋再去睇下同層嘅 A 室清水單位，實用面積371尺，屬於2房開放式廚房間隔。入門嘅右邊就係曲尺型開放式廚房，設有多個櫥櫃，而且設有基本家電，包括蒸焗爐、雪櫃、洗衣乾衣機、電磁爐等等。客飯廳開側方正，餐台靠牆擺放，客廳擺放2人梳化同電視櫃。客飯廳嘅一角設有一個大窗，增加空氣流通。客飯廳外連3合1露台，享無敵180度避風塘海景。浴室有窗屬於明廁，以旗杆設計，配備交樓標準嘅鏡櫃同埋洗手盆櫃及收納。呢一間房可以放到雙人床同衣櫃。房間同客廳同向，一樣都可以望到優美海景。主人房開側方稱同埋寬敞，可以擺放到雙人床同衣櫃。兩邊窗有利通風，一邊設有 L 型落地大玻璃窗，提升房內採光之餘，亦都可以望到開揚避風塘海景。然後我哋去參觀8樓 B 室有裝修單位，實用面積360尺，屬於2房開放式廚房間隔。一入門口就係客飯廳嘅空間，2長型開側。客廳擺放2人大梳化同埋組合櫃，都有空間可以再放茶几。客廳嘅一個都設有一扇窗。外連3合1露台，擺放咗戶外家具。享翠綠樹景同埋開揚嘅避風塘海景。4人餐台靠牆擺放。開放式廚房以1字形開側，配備基本家電，包括蒸焗爐、雪櫃、洗衣乾衣機、電磁爐等等。走廊位嘅開端係浴室，以旗杆設計，配備交樓標準嘅鏡櫃同洗手盆櫃及收納。
呢間睡房擺放咗大單人床同埋開放式掛衣架。走廊嘅盡頭就係主人房，雙人床靠窗擺放，旁邊放置咗一個開放式嘅衣架同埋儲物櫃。L 型大玻璃窗，望翠綠景同海景。最後我哋參觀8樓 G 室有裝修單位，實用面積253尺，屬於一房套開放式廚房間隔。大門旁邊就係開放式廚房，上下廚櫃配備基本家電，包括蒸焗爐、雪櫃、洗衣乾衣機、電磁爐等等。2人餐台靠牆擺放。接住落嚟就係客廳嘅位置，擺放咗雙人梳化同電視櫃。外面大露台擺放咗戶外家具。睡房間隔方正，雙人床靠窗擺放，並且放置咗衣架作收納。浴室位於房間入邊，打造套廁設計，以奇安設計，設有鏡櫃同洗手盆櫃作收納。今次就介紹完畢啦，想知最新嘅樓盤資訊就記得 follow我哋，下次見，拜拜。